这个疫情第二严重的国家巴西，讲已经开始要来解除着封锁的措施，希望大卖场甲小店头6月初1重新来做生意。巴西的骹球季嘛打算6月底要重新来展开，但是巴西疫情还阁非常的严重，这个确诊的病例数超过41万例，每天死亡的人数拢超过7000人，实在是无解封的条件。球车无用训练，准备6月底比赛。这毋是疫情已经较好的意大利、西班牙，也是法国，是全球确诊病例第2悬的巴西。希望赶紧解封，还阁有巴西第1大城圣保罗。A quarentena eu vi que já está na hora de terminar, porque já não é quarentena, já é mais de 2 meses. Então já deveria ter terminado, né? 巴西死亡病例，逐天拢是1000多人的速度咧增加，实在是无解封的条件。但是圣保罗6月初1开始就进入解封的第2阶段，大卖场、小店头拢会当开放营业。足明显的，看重经济，无你管疫情的。西方观察家认为，巴西就算是继续封城，但是效果嘛是比欧洲更较差，因为拉美人民大部分都是做线工，无可能伫厝里做工课，无自来水系统，无法度定定洗手。大个所在嘛是较下，家人受到感染的时阵，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。同款的情形嘛是发生伫秘鲁和智利。秘鲁的疫情医疗体系已经崩败。智利医疗体系嘛差不多啊，救护车必须要等待8点钟，才会当甲病人送入去病院内底。入院了后，必须要做1天的时间，才会当带入去加护病房。已经有研究讲，巴西8月时阵死亡人数会破12万，超过今仔日的美国。